中华河美镇长黄孝竹那像就是牵涉到贪污，检方去镇公所敲找约谈19个人，昨是裁定黄孝竹甲一个姓赖男性羁押禁见，另外伊司机甲姓谢的男性是以10万块交保。前中华河美镇长黄孝竹那像牵涉贪污，中华检调15起中华河美镇公所等8大敲找，约谈包括黄孝竹等19人。经过侦讯了后，法院16裁定黄孝竹甲一个姓赖的查甫人羁押禁见。经检察官讯问后，认阮姓被告等人涉犯贪污治罪条例，犯罪嫌疑重大，且有事实足认有勾串及湮灭证据之余，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。另外，包括姓姚的司机甲姓谢的查甫人，拢以10万块交保，其他的人请回。这个案件是河美镇公所办理一件祭祀工业土地分割案，互人检举贪污。来到黄孝竹伫中华河美的服务处，不少民众听到消息，拢感觉真意外。你知影讲前进队的代志无？唔知，我唔知。服务刚好。真好啦。哎。赞。啊是哦。哦，所以讲哦，你这民意嘛，拢袂歹。赞。黄孝竹的地方势力真大，阁是前县长黄光明的孙仔，捌连任2届议员甲2届镇长。去年选立过时，代表南亚参选，迄时阁传出甲警察呛声的争议，尾也选无掉。黄孝竹的看守林小琪嘛是现任的中华县议员，伊表示尊重，嘛会配合检调。没有办法解释，这是他们的权利啊。征信中就也不公开，对啊，那我实际状况我也还不清楚是什么样，也还在厘清中啊。真相厘清进程，林小琪唔愿意加讲，对红赛饼地方事务的用心甲操守，伊讲伊有信心，嘛希望司法会当行伊清白。记者综合报道。